網紅拍 Vlog 竟沒發現奧斯卡影后座隔壁，入鏡反應超親民。即時中心綜合報道，知名越南旅遊 YouTuber Koh Park 近日因拍攝東京旅遊影片，來到東京知名餐廳六本木田社家東店爐端燒，殊不知他剛好就坐在好萊塢巨星旁邊。全程景只將焦點注重在美食上。在影片曝光後，網友紛紛向他激動喊話：你知道你旁邊坐的是誰嗎？拜託你快回頭看啊！32歲的 Koh Park 是越南訂閱粉絲數超過473萬人的知名網紅。他在今年5月11日曝光一則赴日本東京旅遊兼美食踩點的影片。還特訪前日本首相安倍曾接待美國總統川普的六本木田社家東店。幸運的是，在 Koh Park 走進店內後，店內只剩下與主廚對坐的旁邊兩個位置。Koh Park 就這樣不知不覺地與女神娜塔莉波曼共餐，但 Koh Park 在拍攝過程中似乎未察覺坐在身旁的是頂級巨星，而只是猛拍店內美食。娜塔莉波曼對此的反應相當親民，她先轉頭看向攝影鏡頭，一眼露出微笑，緊接着若無其事地大快朵頤，享用高級美食，但隨後僅輕輕用手遮住臉龐，轉向另一邊與友人交談。在 Koh Park 點出店內的高級紅魚時，娜塔莉波曼還露出驚訝的表情。網友紛紛在留言區道出娜塔莉波曼就坐在旁邊的事實，羨慕 Koh Park 能與她共餐。還有人激動喊話：你知道你旁邊坐的是誰嗎？拜託你快回頭看啊！但也有人認為，娜塔莉波曼可能很享受坐在認不出他是誰的網紅身邊，也似乎在觀察 Koh Park 點的菜單。Koh Park 在經網友指點拍到大明星後，於留言區表示，當時他正坐着吃飯，但其他客人卻不斷要求向旁邊的女子拍照，讓他自嘲氣壞了，心想搞什麼鬼？越南排名第一的旅遊 YouTuber 坐在這裏不要求拍照，卻要求給他旁邊的女人拍照，誰能想到呢？